水上婚礼。好的，新郎，我们先向父亲深深的鞠上一躬，感谢父亲把20多年来的掌上明珠要交付给你了。父亲，如果您觉得眼前的这位男子能给你女儿一辈子的幸福，来，请把女儿的手轻轻地托付在她手上。我想此时父亲也一定有话要叮嘱我们的新郎。来，父亲。此时此刻是2个男人的交接，是2个男人的对话。好，谢谢父亲。父亲，我们给孩子一个拥抱好吗？把最好的祝福送给我们今天的这对新人，谢谢父亲，谢谢。好，请爸爸入席就坐，谢谢爸爸，谢谢。男人一半的尊严，单膝下跪，献上最爱的手捧花。哎，新郎，你是不是有点紧张了呢？刚才我们的仪式还没有完成，请您再次开始。好的，新娘，如果您决定跟他携手一生，请轻轻地把他搀扶起来，站在您的身边。来，掌声在哪里？好的，我们看到这位新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爱的历史上最为庄重的交接。好的，如果你们做好准备，新郎新娘请朝着你们幸福的婚姻大道幸福地走上来。好，请我们的新人相立而对，四手相牵。好，请我们的2位新人面对面站着，手牵着手。可以了不？其实，在今天之前，我做了很多想很多，一直想跟你讲很多的。